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4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中华嘉义的受气人朱汉忠早起工厂做事失踪，今仔早起警方一定去中华抓到人了。已经连做6届的平湖县国民党籍的议长刘丹昭玲，从检举受恶说超代志，检调搜索精神，早起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高共有10万张收藏品的原始档案，和海客外流，佮放伫淘宝顶网站咧卖。高共已经处回承办的人员，卖请律师提告。新闻开始来看，中华有一个受气人朱汉忠昨失踪哦。这个犯人是因为贼偷案，被判4当1个月有期徒，关伫中华家内底。因为表现了袂歹，普通时也是会当出家去工厂做事。昨早起伊伫工厂讲伊要去便所，结果人就消失。家赶紧来发布通知报案抓人。上新的消息是，已经伫中华伊的亲戚厝内底抓到人了。伫咧中华监狱服刑的受刑人朱汉忠，13早起利用自主监狱作业脱逃，甲方随伫伊工作的厂区周围找人，嘛随通报警方。刑事局也伫重要紧急查缉专案当中发布全国通知。中华监狱表示，朱汉忠是伫2019年12月入家，刑期有4年1个月，因为伫监狱内底表现好，才互人选做自主监狱作业，脱逃进程完全无过样。搜寻的时候，该员已经不见踪迹。那本监为确认他已经离开我们的自主作业场域，所以我们立即通报，检察署还有及当地的检察机关，传真通报及告发脱逃罪嫌。台南民德外议员去年要发生受刑人人性恶脱逃杀害两个警察的命案，引起全球的关注。花莲自强外一家今年2月阁发生受刑人吕宗良超过假期无转去脱逃的事件。这届阁传出有人脱逃，甲方讲朱汉忠是趁去便所时阵走去。加在中华警方透过吊监视器，14早起总算伫永靖朱汉忠因亲戚兜抓到人。那我们早上有收到讯息说，这个助兴犯嫌疑是有返回这个居住所，我们就指派大批警力来现场来做埋伏。那助兴犯嫌看到警方出现，他立即从369号的一个后门来逃跑，那我们立即来展开追逐，来将这个助兴犯嫌来缉获。中华监狱强调，朱汉忠是为2021年9月开始到协力厂商协助作业，拢是由协力厂商的人接送伊上下班。这届是毋是有人帮助伊脱逃，要待厘清。专案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记者中华报道。再来看平湖县国民党的议长刘丹昭玲，去年底已经是第6届连任议长了，也毋过最近被检举涉嫌受恶说、超人事、超违建，不法的所得将近100万。平湖地检署甲廉政署昨进行搜索，嘛传唤相关的人士，经过透明的侦讯，今仔透早，认定议长甲机要秘书等3个被告涉犯贪污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平湖地方法院伫下晡开羁押庭来审理。去年底才伫议会准备宣誓就职，平湖国民党籍的议长刘丹昭玲最近煞被检举食钱、替人超县府临时人员的人事案，佮特定违建免停案件，不法的所得超过100万。平湖地检署甲廉政署13大动作搜查县府，佮有相关的涉案局处，传唤刘丹昭玲被告甲证人拢总15个人来问话。我们尊重前调，尊重前调。议长涉嫌贪污，县长陈光福无愿意加讲。检方透明侦讯了后，10时透早认定刘丹昭玲佮细陈的机要秘书等3个人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罪嫌重大，甲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那另外一个被告，前车专处的处长是5万块交保。好，谢谢。为派出所所长邱丽接过强起红单。去年9合一大选顺利连任的刘丹昭玲，甲翁婿2个人伫平湖政商界地位真悬。将近42年的刘丹昭玲，捌连任议员10届、议长6届，创下地方自治署的纪录。打算因为涉嫌贪污互升压，平湖未来政坛嘛出现变数。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平湖报道。来看英国政府今仔公布2023年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今年头一届伫报告内底讲到台湾，英国是强调讲台海情势稳定，甲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重要性。The 2023 Integrated Review Refresh also sets out how the government will approach the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China. China's size and significance connect it to almost every global issue.
But we cannot be blind to the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military and economic behaviou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cluding stoking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attempts to strong-arm partners, most recently Lithuania. 英国去年头一届发布外交国防的相关报告，去年无任何甲咱台湾相关的内容。也毋过今年的报告讲到台湾2届，台湾海峡3届，内容正重视中国的威胁，嘛讲到英国对台湾议题立场是台湾的问题必须要透过两岸人民的对话和平解决，袂当由任何一方来改变现状。英国会拍拼来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伫东海、南海嘛反对任何单方面来改变现状。 再来看金门二大一个细弹阿兵哥失踪，陆委会嘛证实讲中国有通知，目前人是伫中国。外界正烦恼讲这个事件敢会渐做国安危机，陆委是要求讲应该用上严格的标准来评估部队敢有需要调动。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表示讲，部队拢会正常调动。 因为这阿兵哥已经离开部队超过6天了，部长嘛表示讲会依法来发布通缉令。如果有新的讯息，我们会适时的跟各位报告。金防部二打岛圣诞的伤兵伫进前失联，陆委会证实讲伊人伫中国，外界认为讲这是国安危机。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认为讲，国军应该用上界严格标准来看这件代志。金防部退役军官张杰伊讲。 火帮兵会当掌握的军情，若是讲泄露二打岛的地下通道设施，也是讲地下防务，恐惊会成做强军登岛的破口。安尼嘛，互列岛守备队是毋是要来换防的议题铺上内面？国防部长邱国正伫10时来做出背会。反正部队里面经常这个防务工作啊，要经常检讨的，倒并不光为了他一个人，我们就大幅度调整平常战训的状况之一嘛。 调整部署啊，这也应该的。圣诞的伤兵若是伫咧15这天无故来离营超过6天，安尼就会触犯短期缺职罪。邱国正证实讲，会依法来甲发布通缉。我们敌营通报发了通缉令，对不对？也按照管道这样子，请他们要发布了，宪兵队那边会处理。民众党立委张基乐批评讲。 国防部处理的态度是低调的心态，会影响到军中的士气。到底前线的官兵伊人伫咧对话，这是叛逃也是意外，要安怎来定义呢？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嘛直接讲，这个案件已经入来到两岸的深水区，应该进入一个深水区，就是说大陆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理啊？然后。 我们这边要怎么样来应运？说什么火防兵可以掌握的情报资料很多，到那边去就泄露很多情报资料哈。我认为说不要以讹传讹。陈玉珍认为讲，伤兵会当泄露的军情无偌济，不过这个代志是牵涉到机密，由于讲两岸互动的管道无够通透。老西方强调讲，陆委会已经来成立专案，要来正紧来处理这个代志。 目前内部调查起来，无认为讲火帮兵会当来泄露情报资料。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咱国内薪水是负成长，佮加上通货膨胀的压力真大，军公教敢有可能会调薪？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军公教伫疫情的期间对国家的贡献真大，希望讲审议委员会对调薪会当有正面的回应。 另外，针对最近中国统战的广播电台渗透全台湾 ，NCC 嘛表示讲会看台来处理，政府嘛提出整体的政策来应用。不计起压力大，去年实际薪水呈现负成长，军公教敢是会调薪水？主计长朱德民表态赞成，表示明年阁唔调薪水，都是连续2年无起，对军公教无公平。行政院长陈建仁嘛正面看台。 过去的2、3年的这个时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对国家做出很重要的贡献。那我们也希望在经过这个军公教加薪的审议委员会呢的审议的结果呢，会有一个正向的回应。调薪总是大家都很高兴的嘛，对不对？我当然支持。台湾立委嘛拢赞成调薪水，认为会当带动国内整体薪水共同提升。 不过最近立委接到民众真情指出，新竹苗栗地区会当听到中国统战电台，更讲伫台中红磡台等等的情形，敢有反制措施。NCC 表示会看台处理。原则上都是采技术反制的部分，也就是盖台方式去处理。我们还会请国安高层
还有这个两岸的主管机关来处理后，做一个政策性的回应。所以这个功力的强弱，我们会来想象看，在我们国内，就台湾本岛的，看要怎么来处理。针对中国利用电台做渗透统战，陆委会主委屈泰三答应讲，会伫1个月以内，就相关单位开会讨论，提出解决的方案。若是台湾业者做的，就违反两块条例，文化部 NCC 会去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国中保护院去年红白讲涉破国宝，最近更有媒体曝光国中国宝的所谓典藏，互骇客入侵，有将近10万张文物的原始档案，放放伫淘宝顶网站咧卖，有的甚至免钱，画质阁比国中提供的档案还好哦。国中是表示讲，因会请律师来处理。随场的书画作品画质明，还佫分类整理，才会对国立国中博物院的典藏文物图档，即马煞出现伫个淘宝的网站顶悬咧卖，有的介绍真俗，甚至还佫有通免费来下载，亲像讲是去互人盗用外流去。用了自己设计的一个降档的系统来做转换，传档的过程中呢，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些高档降级到那个中高低档的这一些呢，那大概是1秒钟左右，它就可以转得过去了，所以它的速度非常快。为着要互国宝的图档会当紧密伫个数位平台公开，国中来做数位典藏作业，结果有一个助理研究员，伊伫个转档的时阵，因为资料伤过头大，所以伫个非公开的内网，甲转移到公务系统内底，会当对外服务的处理器处理。才互有心的人甲查图，整体影响估计有10万张图。本来这个高阶图档是不开放的，但是我们只开放局部的细节，它可以抓到150万的局部细节的部分呢，它一张一张的去截取，用这个工具软体批次的去拼凑起来。所以有些图档在外面留的，第一个是它并不是原来的高阶图档原件，第二它有可能有拼接的痕迹。去年才传出讲国宝红色破的事件，结果即摆又搁发现讲，伫个去年6月都有多档外流的情形。国中批回讲，这毋是挑工的。目前，这个档案是采取内部的封闭式的处理，也若已经外流属于这的关画质的图档。国中当日研议讲，要请律师来提出智慧财产权的受损，要求淘宝的网站都爱甲绑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内阁继续的欠能，传出讲国防部鼓励军队以导令来代替技能。也毋过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讲无这款代志哦，伊强调讲导令是另外提供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表示讲，提供导令是为着要促销国产的黄豆，逐工嘛是阁有继续提供国军技能。农委会宣布讲，要供应差不多216万罐豆奶予国军，时间是个外月。国军兄弟逐礼拜会当啉到2摆，安尼互外界咧谣言讲，鸡卵欠货的问题是不是已经延到军中，想要摕豆奶来补咧？我特别要澄清哦，没有讲说好，蛋没有了，改成喝豆浆，不是这样子的，它是额外给我们216万罐。国防部长邱国正回回讲，军中甲民间同款的做法，要来斗打欠卵的问题，先用炒卵来代替一人一粒卵。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伊是强调讲，即摆嘛是甲同款供应国军逐工有14万粒卵，豆奶是为着要来促销国产的黄豆啊。是站在整个我们来促销大豆，也提供多元的农渔畜产品给国军弟兄。也若欠卵的问题，当时通解决。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手提一张无够影印纸 A4 遐大的白纸，表示讲，伫这个空间爱关2只至4只鸡母，鸡母连1个叮当的空间都无，残忍违背动物天性。政府若是无来注重鸡卵的这个饲养系统的问题，开10亿去补助鸡舍，安尼就亲像把钱摕去批水皮啊同款。如果母鸡的饲养环境不好，蛋农的饲养技术不提升，怎么可能光靠一个遮蔽禽舍的补助就有办法解决蛋荒？国内大部分的鸡舍臭干干，正做厝边隔壁众人咧嫌的所在。鸡母长时间压迫来造成免疫力下降，民间团体望农委会爱提出10年产业升级计划，对症落药，通予国内卵鸡的产业为优先饲养的方向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南部今年的雨量是30冬来上少，可旱是真严重哦。早起民众党团开记者会批评政府讲，等若无水，才要乌济，牺牲农业用水，提供工业用水。针对自治案的管理哦，拢无长期的规划。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伫立法院嘛强调讲，因会透过找出新的资源、新水等办法，来帮助南部度过这届的可旱。台湾南部降雨量创下30年来新低。在水情淡水类情形之下，台南转做是减量供水，高雄嘛变做减压供水，欠水的危机愈来愈严重。早起民众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全台湾各地自来水的管线渐渐老化受损，造成一年的漏水率有13.6%。而且目前全台湾水库下底土彻底有甲1/3，批评政府要无水啊才要乌济，对水资源的管理无做好长期的规划。我们现在109年，台湾河川每年平均总净流量约482亿吨立方公尺，其中大约3/4是排入这个海洋流失掉的，剩下大概只有166到191亿立方公尺才是全台水资源的使用量。怎么把水留下来？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前瞻。立委张基龙嘛讲，经济部长王美花去年便讲，台湾无欠电了后，即马换强调台湾无欠水。不过事实上，台湾毋是无落雨，欠缺的是省水甲欠水，还有调配水资源的能力。而且政府最近发展南科，互工业用水量加悬，煞无做好配套的措施，地区农业大大受到影响。若是继续欠水，爱文山啊等等的农产5月产期无法度顺利灌溉，芒果树就会因为缺水灌溉产生掉果或结小果的情况说白一点那最后是什么呢？那真的是变成新的芒果干了。水的部分现在是因为南部的这样的大旱那希望呢在这段时间经过我们的这些抗旱措施，包括新增的水源跟节约的用水，可以度过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旱期。有立委质疑台湾的水费是全球第3低，业者省水的意愿低，应该针对用水量大的产业提高水费。针对这点，王美花表示，放水费2月7日才开始征收，效果写款会伫立委要求的时间内提出说明，目前无调整水费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诈骗真畅销，之前有真侪台湾民众互骗到柬埔寨，也毋过柬埔寨总理洪森进前表示讲，伊嘛有收到诈骗的信息，调查嘛发现讲电话是来自台湾。咱国刑事局是强调讲，就算 IP 的位置是伫台湾，嘛无代表讲嫌犯就伫台湾，嘛已经甲当地联络，望讲会当甲柬埔寨做伙合作打击诈骗。大批犯罪集团伫柬埔寨设据点，骗台湾人海外求职，说是违法做诈欺。柬埔寨诈骗万六家同人知，就连柬国总理洪森顶日也表示，家己也正做诈骗对象。ហើយដែលប្រើប្រាស់ profile ជាលោកអង្គការគុស៊ីប៉ុន្តែលេខទូរស័ព្ទគឺជាលេខទូរស័ព្ទរបស់ឡាវហើយបើយោងទៅលើការស្រាវជ្រាវអ្នកនេះឈរជើងនៅឯ台湾。并且公开资讯，家己讲收到诈骗简讯，发送者是一名柬国企业家。原来伊的社群软体互摕去用，传送英文信息要求汇款。那洪森派人调查了后，发现嫌犯使用了个电话号码，也毋过 IP 位置确实伫台湾。IP 在台湾不代表人在台湾当然是有这个可能选项的。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已经责请我们警政署驻越南代表处的这个胡志明办事处的一个警察联络官去向柬埔寨当局来去这个洽询。刑事局回应，就算发话地点是伫台湾，也袂当排除诈骗集团是利用 VPN 当作是跳帮等等的手段来避诈欺。已经请驻外联络官甲当地执法机关联系，还未得到回复。只是台柬两国伫打击跨国诈骗，过去毋捌合作过，即摆敢会当顺利展开国际合作。柬国政府的态度真做关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不时拢有中国渔船进入咱国海域掠鱼，海巡署按什么以专案的方式来处理？3月初9的暗时10点外，在大区海域掠到一只中国渔船非法畅水掠鱼。我们在大邱东方海域发现了一艘陆籍的作业渔船，正在从事潜水鱼捞作业，旋即以优势的警力实施登检及取缔。
当场查扣了涉案的渔船及4名陆籍船员。咱的海巡人员上船去检查，并无发现船顶有牛肉、猪肉这个肉制品哦。船甲船员拢先带登去金门来接受调查。海巡表示讲，中国渔船违法走过界，已经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会移送法办。咱再来看国民党的婚姻馆议长沈宗良甲3个议员涉嫌收达德集团的乌西，婚姻地方法院伫顶礼拜5裁定集团的前执行长收押，议长是以200万交保。检方不满认为讲议长甲包商有串口径的可能，已经提出控告。为着要伫婚姻关起红电机发展，达德集团涉嫌透过下卡的包商被手套洗钱，甲国民党籍的婚姻关议长沈宗良甲3个议员洗后手。婚姻地检署声押议长等6个人，不过婚姻地方法院初10裁定，干那要收押达德集团细判的前执行长。本署认为，被告就是议长及中信包商犯罪嫌疑重大，携有勾串证人及灭证之余，但原裁定认为有犯罪嫌疑重大，有羁押原因，但就何以没有羁押必要？原裁定却没有详述。婚姻地检署认为这是重大案件，法院煞无开合议庭审理。地检署13下晡针对婚姻关议长沈宗良和姓曾的包商，甲台南高等法院提出控告。台南高分院收到本署裁定之后，若认为抗告有理由，应该会在近1、2日内就发回地院重审。婚姻地检署表示，这案除了已经收押达德集团细判的前执行长，另外涉案姓王的议员甲姓杨的姊妹啊，伫法院有交代清楚案情，无控告的必要。按照针对检方提出控告，婚姻关议长沈宗良目前也无回应。记者王伟雄，婚姻报道。咱国的发展、风力发展，也毋过哦，常常发生真侪弊案。时代力量的党团今仔就开记者会批评讲，有真侪绿能加抓，以环保的名义，会做一寡违法的代志，阻碍绿能产业的发展。伊要求检调就爱严办，嘛呼吁政府应该检讨相关的规范，来减少乱象。支持能源转型，支持能源转型，拒绝黑金横行。报社发口号，提醒各界关注咱国能源转型过程当中乌金介入的问题。因为最近这几年来，风力发展等等的绿能产业有真大的商机，引起一寡无心的官员甲电网乌金等等绿能加抓咧想空想胖，想要来蹭里头。过程之中呢，我们也看到，有许多不肖人士，向业者索贿。那俨然已经成为政府能源转型的最大的绊脚石，衍生了数起的中央地方官员向厂商索贿的这样子的弊案之外，我们也看到监察院过去就曾经针对经济部推动离岸风电的政策不当，具体的提出纠正。时代力量党团14甲环团做伙举行记者会，批评绿能加抓竟用环保的名义，甲业者降钱威胁业者，严重阻碍绿能产业的发展。嘛批评政府无依法行政，互离岸风电的设立失去民主正当性。经济部在离岸风电第2阶段，也就是潜力场址开发作业要点的时候，就主张这个规定是属于行政规则，而不是法规命令。因为他们主张行政规则的话，就可以规避人民还有国会的监督。想要再次呼吁政府，加强资讯公开，扩大利害关系人参与，这样子社会大众才能够了解并支持这个能源转型。针对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的乱象，时代力量党团要求检调、严格查办，甲绿能加抓灭掉，也要求政府通盘检视相关的规范，阻挡不法犯罪。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宇航空的股票，伫2月时大起大落。礼拜暗时伫社群平台顶头有一个人抛文讲，伊是新宇航空执行长狄建华的大学同学，讲同学有甲因讲，之前带套房的股票，伫4月份应该就有机会会当卖掉咯。针对这篇抛文，狄建华今仔早起嘛去台北地检署提出告诉。新宇航空执行长狄建华甲公关长叶国辉同齐前往北检市林申告，起因就是一篇伫面册新宇航空自救会发文，一名网友点名狄建华是家己大学同学，经过伊介绍有内部消息，才无互套掉的。抑佫讲新宇伫4月份有重要的资讯，会当互自救会朋友翻新。散播不实的言论，那意图呢操纵股价。不过他这样的言论呢，已经呢构成了加重诽谤的一个罪嫌。
所以我今天按铃申告，因为它已经严重的损害了我本人的一个信用。大动作提告，政府讲无内线交易，无希望有民众受害，一切由检调处理。那政府航空10时开盘，以32块7角开出，盘中上悬来到33块5角5。分析师认为，航空类股已经经过几年大月进入传统旅游小月，最近应该拢会呈现整理态势。2月份的营收公布出来，普遍都是呈现月减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个航空股的部分，估计可能会整理一段时间。那下一次的一个利多市场比较期待的就是说，在这个陆客来台观光的一个部分。政府自去年9月上市柜，今年1月股价也伫19块左右，到2月中突然大起，站上42块，了后佫跋倒转去。3月初，政府航空董事长张国伟也佫特别发声，家己无卖股票，开公司也是为了要炒股。即马佫出现网友，家己公司有内线消息。政府内部检议了后，决定提告处理，也呼吁投资人唔通听信传言。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对付中国威胁，咱国积极发展无对称的战略，嘛投入119亿向中科院来买无人机。中科院今仔日头一届来公开2款攻击型的无人机哦，分别是利用卫星定位、高目标影像的方式来进行攻击。工程人员详细调整了后，瑞演2型无人机完成起降，现场也有几多中国型的无人机，这寡拢是中科院依照军方的需求研发的军用军规无人机。其中有4款已经正式量产，目前当咧国军种服役当中。另外，研发7次当中的也有5款6型机，上界引人目的就是这款巡飞弹无人机，性能是比照美军伫俄乌战争当中所提供的大黄刀300型，会当讲是台湾版本的大黄刀，具有更大的弹药量，可用于提高它的整体的打击范围以及火力的杀伤力。这款军用军规无人机包括增速型无人机以及着攻击型无人机2大类。中科院表示，研发的重点是在发展侦察打击一体，也有战略性的无人机，而且佫会当克服几多种环境特性作战。中科院表示，军用军规无人机以中科院做主导，依照国军需求发展客制化的特用无人机，除了和产业建构相关的产业链，也加强台湾的无人机无对称战略。有的正在进行测评，有的是即将展开测评。那我们应该会在今年底会有阶段性的成果，那量产也会随着我们的测评完成之后会进入量产。中科院表示，进前公布的5款军用双轨无人机，会伫验收合格了后，明年开始量产。因那军用军轨无人机目前增速型和攻击型拢有3款，当在7次研发当中，也会结合国内民间的量能研发出抗干扰、资料加密以及着无做化设计的特点，而且超过80%会当伫咧国内自己制造，建构国内无人机产业链，而且也加强国内的国防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10个银行甲美国加密有线银行连续传出倒去，全球的银行股涨嘛拢大落。美国总统拜登强调讲，一定会确保美国银行系统的安全。有专家嘛指出讲，银行会倒哦，是因为联准会升利息升了上过凶。外界嘛预期讲，美国本地按什么个继续升利息的政策，可能会做调整。美国为10个银行甲别货币产业友好商业银行 Signature Bank 的存款提供担保，因而并无受到投资人对全球其他放款机构可能受到影响的担心。美国总统拜登13安打市场甲准货。Every American should feel confident that their deposits will be there if and when they need them. Second, the management of these banks will be fired. Third, investors in the banks will not be protected. They knowingly took a risk. And when the risk didn't pay off, investors lose their money. That's how capitalism works. Americans can rest assured that our banking system is safe. 拜登也讲会要求国会甲银行监管机构加强对银行的规范，避免像这种倒闭的情形发生。即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人早饮料点心到倒闭的10个银行总部外口，或伫外口等的客户，也甲因挂保证，因的钱甲普通时同款拢正安全。You'll be able to wire and do business as usual. International wires will be able to be sent today as well. Wires that you would normally be able to process will be processed as normal. You check your balances should be the same. Learned my lesson. I'm going to spread it around.
四个银行倒闭的根源是来自联准会营养通膨的压力，生利息升正强，美国借款的绩效淡薄，进一步造成银行业流动性风险。那么这种情形可能会让联准会考虑3个可能的暂停调悬基准利率。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虽然面对环保团体抗议甲压力，也毋过美国政府伫昨嘛是通过一项将有争议的石油计划。未来美国的康菲石油公司会当伫阿拉斯加北部地区来挖石油。环保人士是批评讲，拜登政府违背当年选举的政见，嘛违法咯。无管台环保人士施压。美国拜登政府伫个13批准有争议性的石油钻探计划。法新社报道讲，美国的内政部就算讲伫个顶个月对这个柳树计划温室气体排放表示烦恼，不过也是批准美国能源的大咖康菲石油伫个阿拉斯加的北冰地区3个地点来咧探证，再度来引起环保人士批评。We need to rapidly be moving off fossil fuels and not approving massive oil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the area that's being hit hardest by the climate crisis. I mean, the Arctic is now warming 4 times the rate than the rest of the planet, and that's only going to continue to happen if we continue to build these massive projects. 柳树计划是这个地区数十年来上界大的开发计划，每工会当生产18万桶的石油。不过，根据内政部土地管理局的估计，未来30年可能会产生2.78亿吨的这个二氧化碳氮气卡本大克赛，差不多就是美国这个车路顶悬增加200万台汽车的排碳量。虽然前一天当局才对阿拉斯加1600万英亩的海洋实施石油甲天然气的探证限制，不过环保团体也是认为讲，拜登政府想要伫个气候变迁的问题顶悬通抹壁双面光。The science is clear that those two things can't go together. You can't address the climate crisis while approving new fossil fuel infrastructure. You can't address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while approving these massive facilities in these communities. And we just see it time and time again. But that's why we've take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court time and time again. 就算拜登政府了解这个计划对气候变迁会带来冲击，不过徛伫个政治角度来看，18个月了后，要来举行总统大选，拜登望讲会当互选民看作是中央派，就爱来解决天然气供应甲计销的问题，嘛爱冒着失去2020年的时阵有真侪气候政策的支持伊的少年选票。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美国加州最近因为天气异常，又搁落雨又搁落雪，唔那饮水哦路嘛拢放弃，有上万的民众需要撤离。政府嘛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来进行救灾援助。救援人员甲吊伫内底司机为饮水的车来救出来，也有偌侪人拢被撤离。加州这个冬天真侪代志，大气河流第10遍为中北部带来大风大雨，地势河川规个冲出暴旱。圣塔克鲁兹居民透早发现当地一条公路已经冲歹去，当局紧急代工抢修。We got a message saying the road's been washed out, and came and checked it out, and it's pretty wild. You know, you can't cross the road to get groceries. Or I see patients in their homes that are recovering from surgeries and things, and had to cancel all my visits with them. 我近内华达州的南太湖乌市，连续歹天气累积真高的积雪，都还未清算。又有一波大气河流要来报道，当地居民烦恼积雪扬起造成水灾，赶紧清洗墩沙包。居民对这种变化无常的天气已经强要指责袂掉。I've been wanting to get out of town for a while, so it is scary. I mean, it's frightening, and we've had a long winter as it was. Enough. 连续落雨虽然对化解加州空坏现象有帮助，不过气象预报显示，落雨落雪的天气也会持续几天。当局已经对加州中部甲内华达州部分所在发出大水警报，提醒民众要做好准备。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华人的交通队警察抓到一个桥倒摆冲红灯的查甫人，因为伊的身躯有真明显的酒味，嘛对伊进行揪测。结果，这查甫人就雄雄压起来失控哦，逮警察的阿妈棍，警察是用辣椒水来对付。这查甫人的酒测嘛是超过标准。
时间等到11下到17点，花莲警方伫中山路和市会中学附近发现一台机车弄红灯随上前男子，结果骑机车的人规身操酒味，警方要对伊进行酒测，查甫人突然情绪失控，美警员也攻击。驾驶人有9位，员警准备实施酒测时，驾驶人情绪失控，辱骂员警及动手掐员警脖子。那员警立即以辣椒水来反制，并呼叫警力支援，将其逮捕。洪振豪查某人情绪激动，一直中呼讲家己要去载某，警员除了拿按大的情绪，避免伊去弄壁，也爱替伊用矿泉水洗目睭，家己受伤，刷这当啉着疼。我便立即将该名男子施以辣椒水，并压制在地。呼叫线上警力支援及救护车到场之后实施酒精测试。该名男子酒测值确实超标，然后当时所受的伤势在这里。花莲警方拦查酒驾、防攻击已经不是头一个。2021年也捌发生一位阿伯保护处地当场加长警察的手镜头的事件。这件酒驾佮攻击警员的案件，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加妨害公务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要求讲，3月20进前，农地违章工厂得爱交工厂的改善计划，无得会断水断电咯。也毋过，公民团体嘛发现讲，经济部公布的资料，申请纳管的32000多间工厂，有22间亲像是新起的，还是扩建的，根本是无合纳管的资格。经济部的中部办公室嘛表示讲，会要求地方政府中心来审查，若属无合资格，得撤销这工厂的申请。经济部要求2016年5月20进前，伫农地违法起工厂的业者，上班今年3月20爱提出改善的计划。不过，公民团体所发现，伫这需要提出改善计划的工厂当中，有一寡是根本无符合改善资格，应该直接停工拆掉的。有很多新增建的、中高污染的。明明就不符合纳管资格，却偷偷躲在这个纳管的大水库里面，就是想要偷渡闯关，变成合法的工厂。我们就抓出了22家，那这22家也是政府得回文跟我们讲说，这间工厂有申请纳管，我们才会知道这样子的情形。公民团体表示，这无符合改善资格的工厂，除了生产高污染的金属产品以外，嘛有人是私下增建厂房无通报。因要求主管机关重新审查，有问题的工厂必须要强制停工，直接断水电。针对这诉求，经济部回应，目前等咧审议。我们会请地方政府再去重新做确认，如果不符合纳管资格，我们绝对撤销他纳管。今天如果拿到名单，我们这礼拜会赶快发文给地方政府。经济部讲，目前全台湾有3万多间工厂提出改善的计划，会斟酌列出无符合资格的业者，上紧伫1礼拜以内做出裁决。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再来看宜兰的双连比有民众发现讲，有领养使用硬瓦的鸟鼠啊，要来生一寡保育类的大只鸟啊，亲像是土霸，飞落来互因翕相。县政府指出讲，这款行为已经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会当判1档以下有期徒，上最罚30万块。一只鸟鼠的尾溜用叶仔夹伫草塔顶，完全走袂去，画面互人看了真艰苦。附近阁有不少鸟友甲摄镜头翕相，民众指控宜兰双连比一块土地有人加地主之名用鸟鼠写保育类的东方框翕相，实际推出翕一摆收100块。诱拍的物种涉及到我们的保育类动物，那针对保育类动物诱拍的情况，我们后续会交给保期进行侦查。关府农业处协调了后，已经将网上捐款度认为这款的行为涉及骚扰保育类动物，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专案移送法办。他也是怕人呐，是要警觉性要，这样子保持一点距离。当去当地，游玩看到不少鸟友咧翕稀有的东方框，也表示翕这款的免禽应该保持距离。现场写翕免禽的字已经看不到，也拢表示无清楚进前写翕甲收费翕相的情形。听说有没有听鸟友讲说，之前来里面拍照要收费？我不知道。现场地主也挂告示表示无允准属地有翕相的行为，并且无透过写翕免禽来收费，也无愿意出面说明。官府呼吁鸟友涉及骚扰保育类野生动物，会当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关会当罚30万罚金。翕鸟应该避免伤害动物，来影响动物的生活习性。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东县立馆的顶柜的老树有100多丛哦，伫鹿野乡的龙田村，就有一丛伫土地公庙边仔的青啊。有民众就发现讲，伊的叶仔是愈来愈少，甲乡公所来反映，讲可能有树癌，也毋过哦，乡公所只有喷叶仔尔尔。县政府农业处今仔嘛到现场去了解，嘛表示讲会阁请树医师来鉴定。20多位龙田村民聚集伫老树骹的土地公庙，迎香拜拜，替渐渐凋零的老树祈福。93岁老大人讲，自细汉看这丛树大丛，这是庄下来的圣宫中心，也是村民聚集的聚会场所，要发起抢救老树。普通时啊，逐年拢有来拜，做那个咒语啦，来拜拜。去年开始，然后就看他奇怪。为什么那个叶啊，有没有慢慢的那个枯啊，然后茂又不是很茂盛，早期是非常非常的茂盛呢。村民讲，这丛老树伫遮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也是县府立馆的珍贵老树。5年前捌发生过被虫害，也毋过喷药啊就好啊。也毋过即马叶啊一定黄落去，树根也发现有可疑的虫卵。有村民烦恼，伊是得到树癌核根病，要向县府甲乡公所反映，却无看到有人来处理。也毋过县府甲乡公所表示，已经有委托专门厂商安排这1-2天就会来处理，也无排除是核根病，也爱请专家来诊断。现在无人机来喷了2次之后，又有好转了。那不晓得怎么到过了，大概很像过了2年，到现在，它现在一直在枯黄了哈。介壳虫的危害之外，我们也担心说会不会是有那个核根病的情形，所以我们也有已经委托那个屏科大找个时间来帮我们做取样了。县府表示，为民国84年起陆续列管专管100年老树，目前已经列管100多丛。又过乡镇公所甲县府全力照顾，目前也无打死拄命的老树。即马龙田村50户路的这丛列管的老青啊破病啊，县府会全力移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41岁的艺人Selina宣布有新哦，嘛讲到讲伊的子宫有瘤，有妇产科医师是表示讲子宫肌瘤是女性常常有的症头，30个月以上的查某人哦，大概有3成拢有。若是有新哦，可能会有早产的风险。医师嘛建议查某人，若是月经来时会痛、血量真侪，拢应该去看医生。41岁的艺人Selina宣布有新，这个消息一日出来，大家是真欢喜。不过，伊嘛讲伊有子宫肌瘤的问题。针对这点，医师表示，有新的期间，子宫肌瘤嘛有可能会变大粒。肌瘤生伫子宫的较下骹时，或者是子宫头的所在，都要特别注意，因为真有可能会有早产的风险。子宫本身是一个肌肉，那它有瘤在那边的话，它就有不同的电波出来，就会让它早产。所以它这段时间很可能要小心，预防早产。医师指出，所谓子宫肌瘤是一种纤维瘤，嘛是常看的妇科瘤，发生的几率差不多是3成，较会出现伫咧35岁至45岁之间，发生的原因不明。伊个推测可能是甲荷尔蒙过度刺激有关系，主要症状包括月经来腹肚痛、经血量济、腹肚汤也变大等等。肌瘤若超过5公分，可能会去得到膀胱，造成高热、腹肚痛，少数也有可能会未生。3公分以上就要小心，因为它每年都会长1公分。通常一般大概肌瘤如果大于8到10公分了，还要小心它是恶性瘤。医师提醒，各县市补助30岁以上的妇人人，每1年会当免费做1届子宫头的检查，会当请医师迅速做超音波的检查，就会当知影子宫甲卵巢敢是有生瘤，会当量早发现、量早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实验研究院甲国家太空中心伫科教馆要举办为期3天的科学家秘密基地展览，办公透过展览，予大人囡仔对国家级的研究单位到底是做什么研究有基本的认识，嘛帮当会让予囡仔产生对科学的兴趣。拜二早起，台北市文昌国小5年的自然领域囡仔离开教室，去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看科学家的秘密基地科普展。头一届看到太空中心的卫星模型，大家拢真欢喜。那你原本对卫星的了解是什么？一无所知。对人造卫星太空科技完全唔知影，囡仔用设备操作地面接收站的天线半面角度，对准挂伫顶头的福尔摩沙卫星模型，接收对卫星来的信息。好，到了，差不多了。好，那你可以看一下福尔摩沙卫星7号的资讯哦，它有6颗卫星组成的，然后呢，它的重量多少？300公斤哦。那它是一个气象的卫星群。
而且台湾常常受到地动威胁，国政中心以手动模型，让学生会当看到使用计阵或者是减震技术，通好来减少建筑物遭受的伤害。就是你希望在地震的时候能够维持它的机能，那你可能可以用隔震的建筑来做。那你如果希望在地震的时候能够减少房子的震动量，那你就可以用制震的方式，就是加装制震器。因那光学机器结构，台湾上界大的海监船，国内上界先进的 AI 超级电脑，国建议和太空中心做伙合作，甲尖端技术转换做中小学也当有基本熟悉的展览，希望科技人才会当对囡仔开始定根。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华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